兼体总会嘅巴塞隆纳，係西班牙嘅天然泰山，亦係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嘅首府，也就因為上亞發展起來嘅海工業，喺雷蒙歐洲、老非洲天初嘅經過嘅，涵蓋體總會廟宇嘅重要嘗試，2000年來多元文化累積嘅珍貴文明，本人講係伊比利半島嘅民族，也就因為建築大師個體優良嘅藝術智商，用驕傲嘅心情，難定加泰隆尼亞嘅文化。唔但淨係歐洲人親好來了嘅所在，還卡本年也做全球輕幸福嘅城市前3名。今日就聽聽當地嘅好朋友林淑萍，向我哋去講述巴塞羅那嘅魅力。一條抬頭，他大概抬頭啊，看懂鬧捏的，有很多小攤販都在這邊哦。我們可以看到前面那個是加泰隆尼亞廣場，然後這是巴塞羅那最市中心的部分，然後這一條是那個蘭布拉的那個林蔭大道。只要是來第一次來巴塞羅那的人都一定要來這邊造訪一下。它這邊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為什麼大家一定會來造訪這邊？就是它這邊有分好幾段，每一段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後最後是連到那個哥倫布塔，然後再去港口。然後在這一個部分最有名、最有特色的啊，就是這個東西。你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要給，這就路燈加啤酒罐了。對啊，西班牙很愛喝啤酒啦，對，沒有開玩笑，就是呢，通常據說喝過這裡的泉水的人就會再回來巴塞羅那一次。那因為巴塞羅那這麼漂亮，大家都想要再回來，所以大家都一定會來喝這裡的泉水。你按你講，我好像我不試一下都唔得了。對啊，哎，真勁哎，空氣冷其實很像啤酒一樣。哦。其實這邊水也蠻好喝，它就路邊的就是泉水，其實它只是一個美名而已啊。不過這種小小的優美故事也蠻不錯的。所以你會再回來哦。聽講當中來啊！喺巴塞隆那大大小小嘅街路，隨時都得感受到一隻城市鐵油嘅殺機。今日條阿媽拜訪嘅蘭布拉大街，係連到加泰隆尼亞廣場，落海村嘅主要通脈。本人講係歐洲最長嘅林蔭大街之一。老巴黎嘅香克里薩大街。還有紐約巴洛菲大街同樣有名，為你朝公嘅人潮流攤販，帶領旅行人向你巴塞隆那充滿勇氣嘅獎。哦，真勁呢！像這一區其實就賣很多花卉，跟前面其實就完全冇共用啊。因為它每一區賣的東西都不一樣，所以它這一區主要是以花卉為主這樣子。然後以前呢，我記得以前我剛來的時候呢，還有一區很特別，是還有賣一些小動物，什麼土撥鼠啊、小雞啊等等之類。可是因為不知道是因為動保法還是什麼，他們這一區就是已經把它取消掉，就對。哦，你講矮迪哦，你那時候其實是因為讀書的原因，張勾磊那個西班牙鴉片沒？可是來讀書，你怎麼沒有想說選在首都啊？可能學校比較好啊，比較發達，尤其你念商科的。哦，因為我當初有想要來西班牙念書的時候，我就來1年，有一個暑假我就來這裡，去了西班牙的各大城市。因為念書，我覺得因為巴塞羅那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學校，比如說它有一個商學院是全世界前5大的，這可能沒有什麼人知道。對，那可是對我來說，念書呢，除了學校好以外，環境也很重要。那我覺得巴塞羅那它最吸引我，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在市中心這些建築物都是很有自己的風格的，跟其他歐洲的大城市不一樣，這是最吸引我的。然後因為它的氣候，因為是地中海型氣候，跟台灣比較相近，因為我沒有辦法太冷或太熱。對。然後其實我覺得人民都是全西班牙都是很熱情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這樣子。所以主要是這兩個原因，所以我才最後決定留在巴塞羅那這樣。而且我覺得歐洲是我一直嚮往的，所以我就後來決定就是來西班牙念書這樣子。啲台南嘅薯片喺啲巴塞隆那16年嚟，透過啲當地特殊或是做個中文欣賞嘅生命里程圖，批發嚟無邊無數嘅視野，也啲台灣落巴塞隆那兩地重辦顧問中心，同大家分享啲西班牙特殊前頭路獨到嘅經驗，希望本台灣人對西班牙有更加多嘅認識，呈現西班牙嘅魅力。歐洲鴉片哦，其實大家都會有耳聞，就是治安沒有這麼好。巴塞羅那這邊治安還 OK 嗎？因為我覺得其實，在觀光客多的城市跟地方，我覺得有小偷，說實話也是難免的。像比如說你在巴黎啊，在羅馬或者在巴塞羅那或者在紐約，都是會有小偷。台灣因為治安太好，所以我們可能比較有點輕忽。那這邊我覺得其實就是注意小心一點就好。唐貢這邊右邊左邊好像治安還不太一樣啊。
对，就是呢，因为其实从这下来，这算是巴塞罗那的旧城区。左边呢，就是比如说歌德区啊、市政府啊，都在这边。那右边，比如说我们再往下右下角的地方呢，早期以前是比较多毒品啊，还有妓女啊比较多的地方都在那里。可是因为这几年市政府有在整顿了，比如说一些艺文的店啊，譬如说或者是开小型的那种独立的这种音乐会啊，等等之类的，有一些改变啦。但是因为大家还是对西班牙有一些观念，是觉得说啊这里很落后啊，然后很不景气啊，然后人民都没有工作啊。可是我觉得这都是很多误解啦。西班牙比起台湾人，你说效率这块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但是欧洲也是南欧，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是照着他们的生活的这个规律来。那我觉得生活品质跟你生活的这个舒适度，我觉得这里还是领先很多的。而且你看这里的老人啊，就是你看很多80、90岁的老人很多，而且他们都是自己生活，然后在路上常常看到他们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对，我觉得跟这个生活压力也是有关系。生活态度其实跟亚洲是完全不太一样，对对对，让你的体味很多哦。因为以前早期我们就是会比较认真工作的，可是像以前我的同事他们都会跟我说，现在要下班了，你要不要就是要走了？然后你下班后要去哪里？你周末不要再来上班了，就是你要去过你的生活，你不能永远都只有工作跟家里这样。在西班牙做条路，生活态度的冲击下，是讲继续用亚洲的看法来评断当地，对适应当地的生活绝对唔会有帮助。跳过本位主义，苏平发现，在西班牙行卡做啲吃菜的做一下，唔是嗰查顺条人的看法来评论，等到有行卡多嘅时间，本期有机会重新思考人生的排法和意义。让完全自由的包容性，係本期安分巴塞隆那嘅原因。La paella para 2 personas. Vale, primero así para grabar y luego miramos al fin después que quiera de. 哦，要叫真嘅西班牙海鲜炖饭。不过哪啲台湾看到的海鲜炖饭哦，都是小小一瓮一瓮，一人一份啊，要不因为要按胎盘哦。台湾人吃饭的习惯的关系，还有胃口的关系，其实像这个，你猜是几人份的？要按胎盘，至少有4人份、5人份吧。这2人份。2人份啊，所谓的2人份，在西班牙这个叫做白雅，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就叫海鲜饭。但其实西班牙的白雅，他们有很多种，比如说这个是海鲜的白雅，那还有肉的白雅，也有蔬菜的白雅，然后还有 mix 的，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但是因为有做海鲜饭的这个餐厅呢，其实这样子细数起来，大概在巴塞罗那至少可以有上百间，有上百间哦。但是呢，因为几乎所有的餐厅就是都有海鲜饭，可是真正做的好吃的海鲜饭呢，其实手指头都数得出来。其实现在闻起来，我觉得很香啊，想来吃口的体验一下。怎么样？就是新鲜，而且吃起来很甜甜的感觉。不过其实在这台湾的时间哦，就知道其实他们米最特别，我觉得他们米好像跟台湾的不太一样。我来吃看真正的西班牙炖饭，黑马干米奇。其实中南有讲哦，这种米哦，它的香味非常非常香，可是其实它的米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太过硬啊。就是他们不像台湾，就是米心会透，他们其实没有要煮到全透这种，所以可能对台湾人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风味。我想问一下在地人，就是对他来说，什么样叫做一盘好的海鲜饭？El arroz y el marisco normalmente siempre suele ser parecido, pero tiene que tener una buena base, una buena aceite. 对他来说，其实每一家的海鲜饭上面你可以的配料，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那个汤头，它汤头其实要控很久很久很久的。只要是好的汤头，其实做出来海鲜饭都会非常好吃。各家其实有各家不同的风味，这样子。对对，所以我们很难去说，这一家海鲜饭好吃，它到底好吃在哪里？其实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这样子，还有它的配料也不一样，它的汤头也都不一样。对西班牙亚伦西亚也五米指向落嘅白牙，就把个江州人老米、青菜，到天后娘嘅細路嘅，做嘅牙土嘅，嘅佢好表現按照白牙嘅泰國度份嘅做下料理。8年來，天天模向天氣嘅物產老師法與模向嘅發展，也行卡變做西班牙國寶級嘅美食，為一隻豐富嘅農業大國做清楚嘅外交印證。那
你自己在这边生活的话，你对他们的饮食文化习惯吗？我最不习惯的是他们的那个吃饭时间，因为西班牙是大概是最早1点半2点的时候吃午餐，然后大概8、9点的时候吃晚餐，这是我比较不太习惯的。你在台湾工作过吗？对，跟你知道台湾工作的环境，跟西班牙这边工作环境，还有观念上有没有跟某朋友跟提供？当初我说实话，台湾其实从早期到现在对西班牙那个观念跟那个报道啊什么都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知道也是很有限。当初就只是觉得就跟一般人的固定印象是一样，就是他们很热情啊，他们可能都在睡午觉啊，他们可能动作很慢啊等等之类。就是来到这边之后，其实觉得跟想象中还差蛮多。就在西班牙，他有自己的生活的工作的这个节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有关西班牙留学学代办的，那我们主要的都是台湾的学生，他们要来西班牙念书。如果你只否西班牙人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就是非常悠闲的工作。可是你现在夹在中间，比如说像西班牙大学，他不会，你今天问他一个问题，他马上回复你可能要对你可能要等2、3天，就因为台湾的学生他们不能等，他们觉得是你效率不好。可是因为比如说你一封信过去了，你如果隔天马上打电话，他们就会不高兴，因为你一直打电话催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会回你。对，你就等吧。那我听过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在贸易公司上班，可是全部都是西班牙，就只有他一个华人。因为我们就会以我们的观念去做一件事情嘛，那我就是在我既定的时间里面把这个案子交出去。然后，但是比如说1、2个案子做完之后呢，有一天呢，他的其中一个同事就默默把他叫在旁边。这个广场它叫新广场，很多的节庆典礼，他都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举办。比如说像在加泰罗尼亚很著名的传统的萨达纳舞。其实用给米哦，就算是周6假期嘛。对，所以我看会不会就很多人像跳那个你说那个萨达纳舞，还蛮有趣的。有一天呢，他的其中一个同事就默默把他叫在旁边，他就说某某某，比如说像这样子的案子，那通常呢，我们是需要5个工作天把这个项目完成。那我们希望你呢，照我们的这个既定的时程去交你的案子。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其他人以后接到这种的案子，我们也要2天就交完？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糖豆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因为有员工比较认真的，其实是想说我早点把它做完。某凶都他们同事反而对你影响到别人了，打乱我们的节奏，对，你影响到别人，那你是少数。你会对偷学的时间，然后就来西班牙这边，加上现在工作，其实前后加起来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嘛。对。那在文化适应上，应该是还蛮适应的吧？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我是从就是一开始是来念书，然后再来就是慢慢到工作，然后再自己创业。那我觉得就是有循序渐进，不会像有一些可能是嫁过来的人妻，他们会比较辛苦，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然后一嫁过来可能就是要为人妻，可能就要工作，可能就是会他的冲击会比较大。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因缘机会开始从事中文教学这个行业。那我比较幸运，在早期学习中文的，他们都是属于企业的比较中高阶的主管。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企业界的人士。那我觉得，因为西班牙它是一个包容力非常非常大的民族，所以它排外的这个情况，当然你说都还是多少都会有，但是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带我开了很多西班牙眼界，让我认识西班牙不同的一面这样子。工作这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个性吗？我以前是非常害羞的人啊，真给你啊！其实现在也是啊。就是当初我来念书的时候，我爸爸是非常不想要我来，他会觉得说你在台湾就这样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内向跟害羞不是一个错，可是我会希望就是跨出那一步。所以我们很多来这边念书的学生，我们都会告他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出去楼下的酒吧也好，去餐厅也好，你多跟别人交流。其实他们都是非常乐意跟你交流，而且甚至是有时候太搞维，你知道，就是太多话。所以我觉得我的就是个性其实也改变了很多。当然你说随着年龄的成长，也是有一点点差别啦。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环境给我，就是让我知道说，我只要跨出那一步，就是我就有不同的收获这样子。离开现代的书上生活，机会就对行出嘅第一步开始。对留學到創業，所以無限嘅勇敢。本來看到台灣人另外一個逐夢嘅領土，雖然佢書評講法老做些主動流連，同西班牙人注重休閒嘅事情差同多，
不过可能就会按那个相互帮衬，不对自我要求的薯片做得另外一种溜溜的作用。西班牙鸦片瘾哦，是不是下午的时候其实都会喝杯咖啡，蛮休闲的？对啊，西班牙其实日子就是蛮悠闲的啊。对，你看他们走路的那个步调就知道了。那你平常的时候自己也会来这边自己喝杯咖啡吗？会，有时候就是工作到一定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要出来放松一下，就会到像这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或者在海边啊，就会去喝个咖啡放松一下，然后再继续。跟你都按多年了，已经10几年了嘛。对。那你有觉得除了喝咖啡这一方面，其他方面其实也有点西班牙化了？我觉得其实会耶，就是因为慢慢就是潜移默化嘛，你跟他们相处久，那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也改变蛮多，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工作过几年才再来这边就是念书跟工作，那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会有亚洲人的思维，这不是不好，而是这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就是以前就会觉得说年轻就是要拼事业，就是要focus 在工作上，我一定要在工作上做出一番成就啊等等之类，所以以前的生活就是家里公司，然后做到7晚8晚回家，然后连去跟朋友去度假的时候想的也都是公事，然后就是西方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是来度假，你应该要放松，可是你那时候不懂，他们就会慢慢的教你怎么去生活。那我觉得这是我来这边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觉得生活跟工作是可以兼顾的，而且我觉得人生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然后而且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会让你感到很喜悦，可是你以前是不会发现的。那当然都是什么事都是有好有坏，所以西方话如果对我来说正面是这样，那比较负面可能就会变成说你的效率可能不像亚洲这么高啊，就是动作可能会比较悠闲一点啊，等等之类的。那对于家人朋友呢，其实离开这么久都不会有挂念吗？对啊，就是会啊，因为尤其到最近这几年，你每次回去看到，因为以前就是我1年大概就回去个3次左右，那你每次回去看到爸爸妈妈，其实你会发觉他们其实不经意的他们头发也白了。不经意的，他们身体也渐渐不那么灵活了，你就会其实就觉得说，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们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工作的关系，也刚好是因为工作跟新的项目关系，我必须要来回在西班牙跟台湾两地。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刚好可以满足我这个需求，就是可以常常陪在我的家人的身边这样子。其实一个人在异地生活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可是我觉得呢，它也让我收获非常的多，不管是在这里求学跟工作的经验，还有我在这里交到的朋友，还有看到的，我觉得这个眼界会比较不一样。我不能说是好或是坏，可是至少它改变了很多我的人生的看事情的想法。可是我觉得综合所有，就在我10几年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不会后悔我自己的选择。如果可以让我再选择一次，再回到当年那个情景，我觉得我还是会再选择再来巴塞罗那生活。对。小班老师讲过，人唔係啲嘅情節家，係啲嘅創造之家。啲外國嘅神法可能都係比法師爺，不過冇聽眾都係豐富神命。那像清朝嘅，係一啲即個先簡單嘅插片，係用係唔係300把啊，大家可能嘅機會。咁只薯片本來好多，永遠唔好看待自家改變自我嘅能力。接下來，應該落去洛杉磯拜訪對高雄提進來嘅客家鄉親陳亞文。那文啊，你偶族鸦片哦，有懂得像那种哥德式的教堂，不过像后面这一栋，在这一区来讲，感觉算特别的雄伟的感觉。这个呢，它是巴塞罗那的主座教堂，在这个地方呢，它算是巴塞罗那的起源地。任何一座城市所谓的老城区，它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这个地方的从以前到现在。那再加上我们现在在的哥德区呢，它是集文化、宗教、历史，所以它相对显得特别的更显眼、更吸引观光客的眼光。这个广场它叫新广场，那这个广场呢，它是一个节庆广场。很多的节庆典礼，它都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举办，因为一来有主座教堂在这里，再来的话，每个周六周日办一些，比如说像在加泰罗尼亚很著名的传统的萨达纳舞。其实用给明日哦，就是算是周六假期嘛。对，所以我看会不会就很多人像跳那个你说那个萨达纳舞，萨达纳舞，还蛮有趣的。谈来的讲，你应该对巴塞罗那是非常非常喜爱。我过来就提供哦，你是在蜜龟的时间认识你现在的老公，然后台湾、西班牙6片来来回回3年，然后最后修成正果结婚了。
跟高雄市拥有安泰用心哦，被爱冲昏头，你没听过吗？真的是这个原因吗？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吧，爱情就是对啊，我找到我的真爱啊，所以我应该为了我的真爱去努力去闯。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去想太多事情，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所以我就来了。嘛该朱姆迪，反正为了爱就闯了，勇闯天涯。对。不过古早迪亚之前，你都完全没有来过西班牙吗？认识老公之前？认识他之前我没有来过西班牙，但是我在92年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来西班牙。为什么？因为92年的奥运会啊，记不记得？高雄市好像棒球吧，得到蛮好的成绩。我如果没记错，他是得到银牌。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你第一眼看到巴塞罗那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巴塞罗那它有一股很特殊的氛围，让我喜欢它。比如说我在巴塞罗那的旧港口，我在那里的时候，它让我回想到我小时候在旗津的感觉。哦，用的够哦。我没有办法住在内陆，一来是没有海，二来一望无际的道路，我看了我会慌。好像对我来说，海是我的家，或者是我看到的海，好像才看得到出路。或许这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我只要在没有海的地方，我就特别的不安全感。但是我不会游泳啊！你这个人是其实还蛮矛盾的。不过我可以听得出来，其实你在自身来讲，你对很多地方都充满了幻想跟憧憬，而且你也很勇于冒险。对，这个我承认。是做过国际两追的亚文，可能像这个野按好旅行，又勇敢走天涯的脱离身体，全世界行跳跳。行伫一段流向美国的好心理长度，因为老同學有了感情，打開了西班牙40年的外國人生，用西班牙小婦人做筆名，喺部落格老報紙雜誌上分享佢看到嘅、聽到嘅，帶點好奇嘅心，寫出一篇又一篇對西班牙愛嘅文章。其實亞邊懂 TP 哦，其實一轉個角落又是一個廣場，小巷子一轉角落又是一個廣場。這邊是歌德區的廣場，你有沒有覺得剛剛我們看的那個地方是非常的熱鬧，很有節慶感？可是到了這邊，你突然好像換了一個氛圍，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寧靜，很讓人想要這樣子坐着，然後發呆聊天10分鐘半個小時，它是一種發呆的享受，我覺得。在那邊生活其實就是像這樣子嗎？其實不是的，大家都想說你在巴塞羅那生活，或者是你在外國生活是多彩多姿，你可以看到跟國內不一樣的東西。其實我覺得不一樣，很多在當地生活的一些辛苦面，其實沒有人看得到。我們都報喜不報憂嘛，是不是？也是哦，就像你剛考試的時間，某項鐵道一股腦就衝來西班牙，為了老公，為了愛情。當時你會講西班牙話嗎？不會。糟糕，那就不會講西班牙話，要怎麼享受這種悠閒的生活？連生存都有問題，有沒有講省法？都不要講生活了。其實我剛開始我就覺得就是一股傻勁吧，我就想說反正外語嘛，我就住在那個地方，住久了我就會了嘛。然後再加上我又夠大膽，所以我比如說我一到這邊，我就聽到人家在講什麼歐啦，我也就跟着人家講後啦，然後每個人都笑我。我就想說你們為什麼要笑我？他就說沒有人這麼講的，這個是 H 是不發音的，所以是歐啦。但是我不知道，因為我就真的什麼都不懂嘛，所以我就從開始鬧出很多玩笑，到慢慢的自己學習西班牙語，到現在住了12年，跟一般的人去做一些日常的溝通沒有問題。你去搞好西班牙話，英語好噶？我覺得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方法，比如說像我的話，我就看書嘛，那但是看書的話，我不管學習到任何一個章節，我都會試着用我學習過的生詞跟文法去寫東西，就是用西班牙語去寫我想要說的東西，我想要寫的東西。你寫多了就可以，然後再加上我周圍都是西班牙人，你出去，因為我不住在大城市裡面，我住的地方是一個鄉下地方，在那個地方沒有人會說英語，所以我就是多多去跟他們說，多多聽，慢慢的，我覺得是時間教會我西班牙語。有沒有實際上戰場實驗過？就是到路上去買東西啊，在菜市場買東西啊。我最喜歡講的就是關兜巴雷。關兜巴雷，那麼個意思？什麼意思啊？多少錢？我就只要關兜巴雷，關兜巴雷，關兜巴雷。解決了。可能就下本
写给你看，你就可以解决了。对，或者是他们就会用手笔。其实西班牙人都是我遇到的西班牙人其实都是很热心、很大方的。西班牙人的耐心和包容，本俺们的适应之路还较顺遂。就算归路重新开始，困难重重，不过对实地之长和各省人师傅相处过嘅阿文来讲，定都无乜嘅好行。行家行较变细，为了融入新家乡，敢去吃和观察嘅体质，帮伊哋啊风情万种嘅每个度，请到本自家自信又快乐嘅机会。内底一定鸦片哦，也有走条路咩？迄嘛该用一个条路咯。我教中文，搞中文。不过你太后时节不是读商的吗？怎么会有机缘跑去教中文呢？对啊，农年迄嘛该庆典哦。其实，在西班牙每个地方、每个城市、每个城镇，它都有属于自己的主庆典。在这边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夏末秋初。一方面，有的地方它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圣人，那有的地方它是为了，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那种传统，为了庆祝丰收。不过你太后时节不是读商的吗？怎么会有机缘跑去教中文呢？教中文的话是那个时候是一个时事，一个趋势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问我说，可以去哪里学习中文，或者是哪边的师资比较好。可是我实际去观察之后，其实我发觉他们不够活，因为很多人他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好，你好吗？我很好，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环境，然后再加上中文的语法跟西班牙的文法是非常的差的天壤之别，所以我希望可能用我以前在美国学习语言的经验，因为我真的觉得那边的老师他在上课，他是用很生活化的方式，但是让学生又能够马上听得懂这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去北京上课2次。就是去学习怎么教外国人学习中文。我想要做一个创新式的教学方式，他们去感受到这个世界观，觉得学中文是一个新风气，然后再加上很多这边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愿意去栽培小孩。下了课以后学英语、学中文，或者是踢足球。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可以试试看，从小小的一个小班制，然后慢慢，然后就变成现在20几个班。哇，按斗哦。可是我讲20几个班里面，它的年龄层分布，靠总本跟你年纪大概都多大嘞？我按照年龄分班，我学生最小的是3岁半，然后年纪最大的一个好像是60岁吧。哦，所以range算非常非常广哎。所以我必须把他们分班分得很细，不一样的年龄层，你需要用的教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是你搞到按斗年，其实你现在讲这么多年的时间，那你认为你看到的西班牙人他们对于教育这一块方面的概念，跟台湾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以学制来讲的话，跟台湾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台湾地窄人稠，所以他必须这么做。他们的小学不可能有。一个年级有8个班、9个班、10个班，不可能。比如说像我以前住的地方，它是一个小乡下，但是在我家住的这个地方，一个小学、1个小学、1个小学、3个小学。怎么会这么多小学？那时候我不懂，我就告诉他们，你不觉得你们这样子非常的耗成本吗？3个小学、3个校长，然后什么东西你都要乘以3。对。然后他们告诉我们，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学校，这是另外一个大家庭，同学是他的家人，老师也是他的家人。在这边的小学，几乎每一个老师他都有办法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从一开始我不认可，我觉得你们这个是浪费，有点浪费。对，但是到后来我也慢慢去接受它。对，年纪这么小。你不需要去给他太多所谓学习上的压力，他们在一个像是大家庭的环境中学习，他们还是学习到他们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教育唔单只係老師嘅職業，還係觀察一個國家社會價值觀嘅方式之一。聽聽當地人對亞洲文化越來越上啲嘅情形，記錄自家學5年嘅經驗同結構整合，透過法文教育。將
将亚洲和台湾文化嘅奖传出去，每位佢嘅神法程度创新，很多有意义。第一日，同好分享在地前嘅雅文，行下帶帶人轉移巴塞隆那嘅瀑布那落去，來看一下難得獨到嘅在地景點。其实，在西班牙每个地方、每个城市、每个城镇，它都有属于自己的主庆典。比如说，对台湾人来说，最熟悉的就是奔牛节吧？没错。那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大城市里，可能它分区有自己的主庆典。那这个主庆典在这边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夏末秋初。一方面，有的地方它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圣人，那有的地方它是为了，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那种传统，为了庆祝丰收。因为空中有很多像人偶，像我们有很多庙宇啊，也会有很多神明在走动。另外，空中鸦片好像是比较像是古代的国王皇后那种感觉。对，那像这个的话是大人偶哦，然后它会游街，这是算是其中一个节目。因为在所谓的主庆典，它的活动它并不是让大家来看一看觉得很有意思，主要它是要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借由活动，借由这个氛围，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就像你注意看旁边，其实很多外国人。當年叫野名嘅拉馬塞，係巴塞隆納清泰清福音嘅紀錄景點。為了慶祝是天主上師上個充滿嘅輝煌嘅束縛聖人梅尼塞，第9年24嘅紀念日，加泰蘭人會狂歡跪禮拜，領揚太空人、音樂會，留廟裡蹦亮銅槍，出現任性嘅古拉福也條，佢也始終嘅熱烈發通，鬧鬧熱熱，迎着秋天嘅到來。我有看到董董影哦，好像穿一样像队服一样，红色的啦、紫色的啦、绿色的，他们是来参加怎么样活动吗？这个是每一个在加泰罗尼亚主庆典都一定会有的一个重头戏，它叫做叠人塔。哦。Porque tenemos que poner la faja. Sí. Por protección. Por protección. Sí, hay mucho esfuerzo, mucho peso. Sí. Y es para proteger toda la zona. Para proteger, sí. Vale. Y luego también se utiliza, lo veréis luego en los castillos, Sí. cuando la gente sube, Vale, y lo aprovechan para meter el pie Vale, muy y bien. apoyarse para subir. 所以他就说保护，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必须要保护好他的背部，那另外一方面脸上他们上去的时候人。它是一个支撑点，对，所以可以靠着它这个慢慢的爬上去。哇，它真的绑得很紧哎。对，必须要保护好，可以这样拉着，所以你到时候上去的时候可以踩。你帮他捡，绑得太紧都没有办法弯下来捡东西，哦。对。那为什么它咬东西有代表特别的意思吗？因为有的人会咬它的衣领，有的人会咬一个东西让它咬衣领也可以，咬它的衣领，你看。哦。para que no te tiren de la camisa。也是为了 de la camisa por detrás。他说咬住呢，不是为了要有力，是因为如果后面有人在爬的时候，那他这边如果他不咬住的话，这个衣服可能会往下扯，那到时候他的这个会去掐到他的脖子，掐到他的脖子，可能他一不舒服，他一闪失，平衡就倒掉。所以然后每下去参加过去迪拜这样子的活动。¿Cuántas veces has participado desde pequeño, no? Mi hija pequeña sí que empezó ella y luego pues seguí yo. Llevo 5 años en la Goya, pero hay gente que sí que lleva 15, 20. 他说他的话，他只有参加过5年，5年就蛮多了。但是他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参加10年、15年。比如说他的女儿从小就开始参加，所以这个活动其实它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他知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传统活动？因为叠起来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Empieza en una actividad religiosa. que se llama baile de valenciano, empieza en Valencia。一开始其实它是一个算是宗教的活动，在以前的话，它有一个叫做瓦伦西亚舞。以前他们在跳完这个舞之后，他们会在这边叠，但是慢慢的叠人塔的活动，它失去了这个宗教的部分，自己好像就像是跳脱出来，去演变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然后从一开始可能叠3层、叠4层，慢慢的越叠越多，越叠越多。叠人塔这样的活动代表巴塞隆纳人什么样的精神呢？ Es luchar contra uno mismo, contra los límites, jugar en equipo, trabajar todos juntos por conseguir un objetivo. Sí, luego lo veréis. 对加泰罗尼亚来说，这个活动是代表一个团结的活动。
比如说像他们这个队，他们是一个中型的队伍，所以看起来可能人数不这么多。但是他说有一些队伍，他们可能有100多个人，100多个人，所以是大家一起团结去完成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非常好的象征，就代表加泰罗尼亚人的团结奋斗。第18世紀末起始嘅鐵門塔係加泰隆尼亞天有特色嘅民俗法通。200年來，無分體系、種族、男女，也係宗教，添加了加泰蘭人嘅文化老情感。2010年，香港本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到今，全國將近100組嘅團隊，無論團隊嘅體系，是有機會參加，對當地人來講就係千國嘅功用。那都在吃亏呢哦，拿着。一手上一手下，一手上一手下，然后打开。好，哦，这拨按钮哦，他教你。哎，哦，拉紧，拉紧。好的，开始转，开始转啊！拉紧。fuerte。哦，哦，对呀。开始转啊！拉紧 fuerte。哦，对呀，快攻不出发嘞，这个真的缠得非常紧，感觉我现在讲话要憋气，因为太寒了，还要再紧哦。哦，可以吗？Good。哎，真紧了，这缠起来之后，跟力条哦，全部都固在这腰上面。这也非常稳，你脚可以踩上面，可以帮助大家再往上爬。它现在绑太紧，我腰弯不下来，我只能这样子了。它感觉其实有点像我们在看日本人穿和服的时候，它绑得很紧，就束腰束腹的感觉。哎，做太给我可以瘦身哦。呛木一号，这个是一个叠人塔的活动啊。为什么他会吹笛子呢？Dice, ¿cómo funciona? Esto que sirve. Es una caña, es un instrumento de viento fusta. Es tradicional, es como un oboe, pero es tradicional. Tiene como. 他说这边有竹片，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乐器，所以在叠人塔的时候他们助兴。哦，是呐喊助威那一种的，激励的。对，那他自己怎么没有想要弹的去试看看呢？Porque tú no quieres subir, no quieres hacer castella. Bueno, porque los castells acompañan con la música, entonces nosotros acompañamos para que los que están en piña, los que no pueden ver el castillo. 他也有过，但是他觉得叠人塔不是只有叠人塔，他们也很重要，他们必须要在旁边吹奏，然后助阵，所以有叠人塔，有他们有叠人塔。天明堂用力跳、稳定、勇敢、理智一種想法，表現喺大家嘅團隊合作度。對充滿力跳嘅基層開始，穩固嘅排列，大廈成員都懂專心，注意自家同隊友之間嘅調戲配合，踢出6到4層無配合組合嘅明顯形式態，直到代表勇氣嘅聲音嘅企圖搭檔，下起技術，顯出代表加泰隆尼亞區4條符嘅40數字，加上嘅真實踢成功。透過緊密嘅安排，然後大禮拜2到3擺嘅練習，達到做到完美。高強度聽得緊張嘅人群，還會啲踢成功高效，放起到流下拇指，推上下流嘅踢人頭運動，蘊含定老祖公對加泰蘭人自我氣息嘅精神價值，係東西無乜嘅比得嘅文化遺產。
虽然也摆读到嘅係較細型嘅表現法通，不過還較顯示出當地人對文化傳承嘅普遍和當今。另外，到2年以來，喺塔納岡那市，超過40歲、幾千人相互比賽嘅體能大賽，還較本人懊惱。感謝亞文帶我來體驗一場鬧熱又熱情嘅慶典，本我對加泰隆尼亞家庭嘅還較繽紛嘅色彩印象。接下來，睇睇亞文都做下去，看到亞文嘅會下來做下咯。Todo tiempo. 老公向下老做下做美食，係兩公婆離不了日，維持幸福嘅方式。對了家庭並啲調味嘅西班牙人來講，就算事業過較忙下，咪絕對做唔得邊個關心不家人，老朋友嘅吃菜時光。大家人尤其期待，老同老爺嘅姊妹打吊戲，相互關心照顧，就像自家嘅家人咁樣。亞文還較歡迎姊妹嘅，老自家嘅家尊重每家，向下溫暖佢條新溫度對台灣嘅心照。你要在附近哦，真嘅生活係軍 house 的地方，它有前花園，有後花園，而且還有游泳池。我當初在選擇房子的時候，那時候就想說，在城市裡面對我來說，其實還是有點擁擠，然後再加上我工作的環境的關係，所以我就選擇就是盡量靠近郊區，盡量可以看到寬廣的地方為原則。錯啦，雖然講下附近哦，某一種聳入太樓，沒有說這麼熱鬧，這麼方便。不過住在這種環境裡面，我覺得心曠神怡，享受這種慢活感覺也不錯。對，我覺得好像就你剛剛說的那個慢活，我覺得我好像是來到西班牙之後，我才開始懂得這兩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哦，你挑半天心體很鳥，是比較沒有辦法體會這兩個字嗎？我是一個很急性子的人，哦，我事情我可以在越短的時間裡面做好。那就當然是最好的。可是我剛剛來到西班牙的時候，我沒有辦法融入社會，所以那時候讓自己搞得非常生氣。讀到那個事情哦，又遇到什麼樣的事情？比如說，我記得我第一年去辦文件的時候，就已經快輪到我了耶。然後我好像好不容易輪到我，就他就把那個辦公的那個窗戶給關上，就在你面前就啪。對，可是現在輪到我啊，他就說，可是現在是我們喝咖啡時間。然後還有一次我去那個汽車的考試，那時候老師就問我們說，你要第一車還是要第二車？我就說我第一車好了，因為我趕時間。然後其他同學說沒關係沒關係，我們第二車。然後等到我們第一車考完試之後，到了就是集合的地方，老師跟準考官全部都下車，然後對着第二車的說，等我們1個小時，我們去吃早飯。哦。奇怪，唔係講事情做退嚟，張繼續了吃東西。對，因為西班牙人他們一天吃午餐嘛，所以一開始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後來我就想，今天是我選擇人家的國家，不是人家選擇我，所以我覺得我慢慢的，我可以接受他們的這樣子的時間觀念。然後就像旅行也是嘛，我也懂得大家可能從台灣來的時候，時間假期不長，所以想要在最短的時間去看遍所有的東西。大家都是用眼睛打卡嘛，對不對？我記得我第一年跟着他們去海邊3天，我真的好無聊，我就整個人就非常緊張，說現在要做什麼？現在要做什麼？現在要做什麼？可是到現在我會跟他說，哎，我們去海邊睡覺吧。哦，他們是去享受那種氛圍，不是說一定會去那邊做那個事情啊。對他們來說，放假就是什麼事情都不要做。慢慢的，我開始融會到他們的這樣子的行為方式吧。那先生沒有怎麼樣幫忙你適應這樣子的節奏啊？很多事情在你還沒有真的住在這裡，你還沒有真的去面對的時候，其實你不知道。就像他是當地人，他也從來沒想到說去辦個文件去排隊，這是一個問題。他也沒想到。所以啊，我們結完婚之後回去台灣的，就是我們在我們那個地方的區公所去登記，然後就這樣biang biang biang，不到5分鐘就好了。他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說可是我就說就好了。這份高效嘅生活，不讓人感受到文化上嘅衝擊和差別。喺長條上，啲現代社會，但將係強國家嘅人，又強下一生人做唔係按過嘅事情。行家唔是講為加本文化，唔然價值觀就完全冇強嘅外國人。唔過條講亞文落不到，但都本來感受到，係講用相互尊重，然後通下對方嘅想法。安尼就像冇咁難呢。Robert，
那刚刚老雅文有共都懂的哦，他也讲到说，其实一路上这么多年来，他顺应的文化慢慢的在改变。那、你这几年一直看着他，一直陪着他，你有困一种改变呢Yeah, I do think he had a big change in something, you know. Before when I met her, she usually when we go to one place, it's like, okay, let's go here. Yeah, 对。Let's go here. Let's do this one. 对。And one day I asked, you always say 对 to everything. Yeah. And do you like everything we do? I mean, I'm the perfect man. Like everything I choose is what you like. Yeah. And I think finally I get to know her to make her understand, you know, that she can decide if we want to go to one place or not or stay there. I don't know. And was always like, cannot be, you know, whatever thing I want to do, she also wants to do it. Because you know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e culture will, Yeah. if he marry with you, Yeah. you will do something, he will follow you, right? Yeah. So you're glad to see the Yawen have this change. Yeah, sure, because I get to know her mor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she really does like, she really likes. 哎，雅文，你懂后晕呢？你嫁到一个老公是可以让你自己想要做自己就做自己耶。其实我还蛮感谢他让我做自己的。我记得我刚来西班牙的时候，我就是每次碰到什么事情，我就会不好意思。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说你没有做错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从他们的眼光，他们也去看得到，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所以。在这10几年的时间，我开始会去表达我自己的情绪、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想法。我以前是完全不会跟别人去谈论自己的观点，因为这样子的转变让我变得生活得非常自在。我就不晓得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不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到了这边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是一匹脱缰野马一样，我过着非常自在、非常舒服。所以我就是跟自己讲，好好享受我现在有的生活，然后努力工作，想回台湾的时候就能有钱回台湾去看父母。这个对我来说，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Are you happy with her? Yeah, I do. Sure. 谢谢。Are you happy with me? Sure. 做得有安尼甜美快乐的幸福，轻松有嘅。还会感谢乌卡尼的支持。我们讲，佢当时落罗贝多行嘅时间，阿爸新冠度仲系吊挂顶，咁每日另外个读到反应，本人欺负，本人骗，有时候读到好人家，每日家都体验。生日呢，就像亚文嘅新条约，效力一生人，一下有条效力，早就天天留下上帝上下嘅幸福，就冇强咧。